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31号。这一期咱们本来应该聊胡适的，而今天是端午节啊，胡适不开张，咱们聊跟胡适相近的骗局啊。这个胡适本身现在也类似于一个骗局啊。咱们今天聊一个央视报道的骗局，什么骗局呢？下载一个 APP， 在网上云认养黑猪、牛羊、梅花鹿等等，就能够每月获得高额返利，稳赚不赔。这样的买卖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让人心动？随着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云养殖、云种植、云种菜等等，作为一种新型的云养经济模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种看上去很先进的互联网和农业相结合，这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啊，对很多网友来说，似乎是一种新鲜的投资方式。实际上它不新鲜，因为云种植、互联网上种树，这个10几年前就有，但是现在包装了，加了新的概念，以手机 APP 的形式啊，在传播，在推广，似乎是迭代更新了，升级版本，但是这里面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陷阱。一些不法分子打着云养的幌子，实际上行的是传销和非法集资的之实。投资者不仅无法因此获利，所投入的资金最终也石沉大海，化为乌有。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看云养经济中的骗局，看看记者，看看警方是怎么揭开它层层的伪装。大家看视频。四川雅安的孙女士不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也是操持家里的一把好手。工作之余，搞点赚钱的投资，给家里增加些收入，是她一直的想法。前些日子，一个好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全新的赚钱项目——黑猪养殖。等于说你出钱请公司帮你养猪，他说你只管出钱，养猪的是专门的人来帮你养，收益就分给你。孙女士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养殖也一窍不通。但是从这家养殖公司的宣传资料上来看，这家公司看起来实力雄厚，是个正规的大企业，而投资者也无需到养殖场亲自养殖，只需下载这家养殖公司的和源农场 APP 就可以进行网上认养。APP 里也可以实时看收益，看养殖场动态，这就是新兴的云养殖模式。对这种比较新鲜的投资方式，孙女士起初也是半信半疑。他说这个黑猪是战略储备肉，专门由国家来收购的，所以说他的利润是保障的。他帮你养一头猪，他们卖了之后的收益嘛，就说200天就会出来一批猪。听说这个黑猪养殖项目稳赚不赔，利润还特别高，出资1万元认养一头黑猪，投资200天就能赚到6000元的利润。如此高的投资回报让孙女士心动了。让我先弄1万块钱，他说1万块钱有，只是亏了也没什么，就这样就接触了。让孙女士想不到的是，自己投资1万元成为公司会员后的第2天，就有几百元的收益打到了她的账户上。此后隔三差五，每天都有收益进来，真金白银到账。孙女士觉得自己这次投资算是投对了。想到在200天之后，连本带利16000元就到手了。为了赚更多的钱，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连续追加投资。更加吸引人的是，这家公司还鼓励会员介绍新人参加投资，并且介绍人从新加入的投资人身上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返利。孙女士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她随即在自己的朋友圈推广了这个云养猪项目。她身边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加入，而新会员的返利也让她得到了更大的收益。最后看到人拿到钱了，就以为是真的了，我就告诉了身边的同事，他们也相信了，他也告诉他身边的同事，他的朋友，就这样参与的人就多了，多的时候每天的收入是6、7千、7、8千、1万多都有。孙女士赚的钱在 APP 的账面上眼看着在快速增长，不久公司通知她账面上的钱转成了港股，通过股票能赚更多。孙女士正在憧憬着通过炒股赚更多钱的时候，却突然收到警方的传唤，说她涉嫌参与传销活动。警方之所以能够揭开这个传销组织的骗局，最初的线索源于四川雅安的一位农民在去办理港澳通行证时，经办民警的细心询问。我们就询问他嘛，港澳通行证打算好久出去耍，然后他就说他不出去耍，他就说他办港澳通行证目的是到香港去开个银行账户，办港澳通行证不出去旅游，
只为了在那边开户的这种肯定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说我们肯定会比较怀疑。经过询问，这位农民说自己在网上的河源农场 APP 认养黑猪赚了几十万元，这些钱被公司兑换成了港股，他想提现出来，见到现钱才安心。他就是这平台的人告诉他，去香港开个银行账户，他的钱才可以提现。所以说我们都问他在北的银行账户能不能提现，他说不能，必须到香港去。所以这都是很可怜的地方。疑点重重，石棉县出入境管理大队立即把这位农民说的河源农场 APP 上报核查。我们民警然后自己下载注册这个 APP 以后，然后看到它里面模式，因为它里面有什么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最重要认定传销的关键就是它所谓的动态收益。通过这个模式去分析，可能就初步的判定它可能是一个传销。经过调查，在这个云养殖的 APP 里，对投资人的动态收益设置了推荐奖励团队提成机制。投资者推荐一个新的投资人进来，平台会根据新人投资的金额，按照一定比例直接返利给推荐人。推荐人的上线则通过团队计酬的方式间接收益。发展的人越多，收益越多。这种靠拉人头层层受益的计酬模式是传销组织的典型特点，也是一种新型的网络传销。原来聚集式的传销通过控制他的人身自由，被动的让他交出钱财，但是现在的网络传销，它是通过一种设置一个很高额的动态收益，让你这个参与人去主动的去发展人员，来获得他的那个平台给他的高额的收益。警方发现，这个平台成立1年多就吸引了4万多名会员。最初吸引投资人进入的项目是云养殖。正常的云养殖模式，投资者认养的猪是要做编号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你认养了多少头猪，养殖场就有多少头。这个云养殖 APP 里宣称有庞大的实体集团，养猪场遍布全国，养有上百万头猪。警方针对他们宣传的这些养殖场也进行了实地摸排。大多数根本就找不到地方，然后能找到地方的这些养殖场都是比较荒凉，里面的规模也没有他们所谓的描述那么大。存在实体养殖场的，它是和养殖场签订有所谓的什么战略合作协议，就是说它这个传销组织，然后通过给他们支付点类似于租金报酬之类的，然后就是需要做宣传推广的时候，就把人带到他们那儿去参观。通过这种方式来说，他把这些人家的养殖场伪造成自己的养殖场。通过种种的各方面去判定的话，它就是一个虚假的宣传。传销组织为了让这个云养殖项目看起来像真的，还用一群猪当演员给投资者演戏。传销组织它本身没有那么多猪，这批会员参观的是这批猪，那批会员参观的也是这批猪，所以说总共它只有一批供参观的猪在那里，而且这些供参观的猪是不是他的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传销组织用云养殖和高收益把投资人的资金吸引进来，等进入的人数和资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为了防止会员大量提现，传销组织设置各种方式限制会员提现，比如说谎称版本升级或者转成港股，为后续卷款跑路做足准备。这次河源农场所谓的给会员配置港股，就是事实上限制会员提现的一种手段。在警方介入调查的时候，这个传销组织已经把大部分的资金转移走了。这个社会上做人啊不能太贪了。警方捣毁了这个传销组织后，这个组织中的24人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获刑。近几年，公安机关在多省都破获过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案件。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就是利用人们对新兴云养经济的好奇和兴趣，把云养殖包装成网络传销新的噱头，租借农场，制作虚假视频，骗人信服加入。在涉云养殖的案件中，另一些不法分子虚构或夸大云养殖的收益前景，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安徽等地都发生了涉云养经济的非法集资案件。这些案件的一个特点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会有一个 APP 的平台，并打着智慧农业的名头，用保本高息吸引投资人，同时会通过社交平台大肆推广。突然间有一天，这个110警情高发，有几十个110，就是发现这个平台无法兑付了之后，这些投资人集中报警，从
APP 上认养的这个羊，他帮你养，然后他帮你宰，然后去卖，你直接获取收益。像这个案子呢，他就是直接承诺了这个保本付息，不会亏。报案人称自己投资了某平台上养殖羊的项目，平台许诺不仅保本，还有平均年化利息10%的收益。利诱性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最大的特征呢，就是保本付息或者变相保本付息。国家规定，除了银行储蓄类的产品，其他理财产品都不允许承诺保本付息。这些投资人怎么会容易相信养羊的项目能赚这么多钱呢？其实，项目组织公司在制作 APP 的时候就已经精准锁定了目标人群。这个公司呢，是通过应用软件在这上面打广告。这投资人呢，可能搜索的时候就是搜理财，搜完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 APP 了。抓获哪一部分目标群体，他容易对我这个项目进行投资，我怎么说他才能投资？这都是他们研究的。他们为什么有宣传话术呀？他们对他们的销售人员进行培训的时候，手机 APP 里头看到的这些宣传资料，那上什么宣传资料能让你更心动？他们都有研究。线上，你像他面对的是全国的投资人他广告打得好，或者有一个爆发点，他这个投资人的数量呢，可能就是呈几何数量级的增长。经调查，涉案公司前期支付给认养人的收益，绝大部分来自于收取其他人的认养费，并非买羊投资建厂所得盈利。大部分云养经济平台非法吸收的资金在个人或第三方关联账户，隐蔽性强，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很难追踪资金的真实去向。最大限度的追赃完审，是我们作为整个办理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案件普遍都是涉及的人数多、金额大、分布广，追赃的难度非常大。到案发的时候，往往这些案件涉案资金就基本上就是消耗殆尽了。公安机关面临的是无章可追的这种境地，你投进去了，就像这一盆水洒在了地上了，你最后想把这一盆水的水从地上再收回来，难度就非常大。我们就是说，防范远胜于打击。为了从源头防范云养殖的骗局，2025年1月，农业农村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制发了关于进一步防范云养经济领域欺诈风险的提示，提醒社会公众对高额返利不动心，要求农业经营主体不超范围经营，不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不与涉嫌违法违规从事云养经济的平台合作。记者了解到，针对云养经济类金融风险发现难和处置难，农业农村部还从3月份开始委托专业公司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从事云养经济的相关平台进行全面监测，分析研判潜在的欺诈风险。目前监测平台已经积累了1000多个风险标签，可以24小时不停提炼监测涉云养企业的金融风险指数，及时发出预警信息。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方式监测呢，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排查出了100多条就是可能涉及这个中高风险的这个市场主体的信息。我们也把这些信息呢，转发给了地方的农业农村部门，请他们去跟进了解。同时，也把这些中高风险主体的情况呢，也转给了这个金融监管部门请他们去跟进处置。一方面呢，是保护这个社会公众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避免这种云养经济的这种非法金融活动侵害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权益，保护我们这个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还有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实际上看完视频大家也知道，农业树木想稳定赚钱非常难。湖市里面有很多养殖业上市公司，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报表。大家还记得3月份河南出了一个什么，是养牛大户吧，养牛的人大代表就闹了一个笑话，全国去年养牛都在赔钱，养殖户赔得稀里哗啦的，欲哭无泪。结果他养牛轻轻松松就养了4000头，让人已经扒得底朝天了。说这个什么意思？说农业尤其像咱们这儿农业赚钱不太容易，它有自身原因，就是农业、树木业、养殖业、种植业，它都有自己的生产周期，这个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获得短期的暴利。有很多人对农业根本就不了解，但是他怀揣着这种梦想，认为农业非常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总觉得农业很浪漫，总觉得农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实际上农业通常情况下是只有耕耘，没有什么收获，要不然不会那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去当保安、打螺丝、搬砖。所以说这些想通过投资什么养殖种植看上去很美好，想获得短期暴利的，这简直就是做梦。尤其那水产养殖小龙虾、螃蟹，越是技术含量低的，越是1年赚钱2年赔，那大概都是这么个模式啊。何况网上这些云养殖项目大部分都是诈骗，他也不是真正的去养殖，就是骗你的钱，利用的不过是很多人的这种贪婪，想着零风险躺在那儿赚钱，自己出点钱就能坐在那儿年化收益20%，无非利用的就是你的贪欲。这个胡适也差不多，以为自己把点钱搁里面，今天买明天卖，就不用上班了，财富自由了，就能赚钱。这都是多多少少都是不劳而获的思想，那就会被坏人利用。还有这里面提到的传销，这个传销又改头换面，对吧？新的形式出现，如何防范这种骗局？首先我们自己，我在节目里面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强调，要保护好自己的现金。骗你的人可以，不能骗你的钱。谁要让你把钱从工行里取出来，那都是坏人，把钱也焊死在工行。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在通缩，什么东西都在降价，都在缩水，这个时候你的钱就不应该离开这个你的银行账户，任他怎么吹，任他说的天花乱坠，我自岿然不动。这个钱一旦离开了你的账户，那就充满了风险，基本上是有去无回。还有一个现象，正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所以这些骗子他们 KPI 也不太好完成，骗子赚钱骗钱也不太容易，所以他们的手段恐怕就要更加变本加厉，更加花样翻新，更加让你防不胜防。也就是骗子他也得卷，他不卷他也骗不到钱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就更加警惕。骗子他升级的更快，没有办法，被逼的。随着经济持续的低迷，我们往后恐怕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种各样的投资诱惑，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刷到，通过刷短视频，通过看微博、看社交媒体，通过朋友聊天，甚至你吃饭的时候都有人会向你推销等等，通过电视广告，骗子会无所不用其极，利用一切机会。所以当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诱惑的时候，要牢记，要死死的记住，天上是不会掉馅饼，要对自己有充分有清醒的认识。以前 GDP 10%的时候你都没有赚到钱，现在 GDP 5%、4%，你居然要发财，那这不是要逆天吗？你要能发财，对吧？这2018年、2017年 GDP 都是10%，你都没有发财。对高额返利不要动心，对保本高息不要轻信，你只相信银行的定期存款，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所以在我的节目里面，尤其是恒大暴雷以来这3-4年，我是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跟我的观众从工行曾几何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对新概念这么感兴趣。你看在胡适里面各种各样的新概念，一出来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就是爆炒垃圾股。在社会上也这样，一出来一个新概念，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还没有应用到日常领域，但是骗子他已经先用起来了。所有的新概念，大部分人还没搞明白什么云养殖什么意思，骗子已经拿它来赚钱了，拿它来割韭菜了。这个 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玩意儿干什么用的，结果 DeepSeek 培训班是不是遍地开花呀？各种课程就已经开始收你的钱了。现在 DeepSeek 能干什么呢？还有人聊吗？所以说主要是我们就太想成功，太想超前，也不想落后，所以一看到新概念就要扑上去。那骗子就利用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个新概念往往跟骗子相挂钩，跟骗局搞出来一点新东西，有点新意的，还没有用在正经地方，骗子先用上了。这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自己来说，但是对有关部门、对政府来说，我认为这个跟各个平台有关系，这些 APP 的推广，这些骗局的引流都离不开平台。所以说如何加强平台对这块骗局的管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平台把大量的经费花在对我们言论的审查上面，思想的钳制，而真正的骗子他们疏于监管，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放任它泛滥，因为这他有收入，骗子愿意花钱买流量，所以说这个跟平台有很大关系。你看微博平台上面那个炒股票的骗子，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的各种各样的骗子，你一看就知道骗子。平台能不知道吗？平台知道，但为什么还
给他流量呢？因为他能变现，他愿意花钱。那短视频平台把流量给我，我也帮他赚不了钱，我也不花钱去买流量。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平台管住，这个骗局啊，能少一大半，因为他没有流量，他怎么骗？你说这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从哪儿接触到这些 APP 的？从哪儿接触到什么 QQ 群、炒股群、云养群，都是通过这种社交平台。那如果再往更深层次来说，那就跟政府的有关了。我在想，政府如果要彻底的要铲除这些诈骗、非法金融活动，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但为什么现在这种诈骗是越来越多啊？这种非法金融活动还泛滥，恐怕跟放水养鱼有关系啊，养寇自重啊。现在我们老实人，你就是个透明人，一举一动人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这些为非作歹的诈骗的这些人，为什么他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他们怎么就能把自己隐藏？他们怎么就能把那个钱倒来倒去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你一个正常的人去银行取钱，派出所马上就给你打电话，银行各种刁难。为什么犯罪分子倒钱，他反而似乎不那么麻烦？所以这些里面都有说到。所以我们最后还说到我们自己作为韭菜啊，你也别指望着这种骗局会完全绝迹，那是不可能的。这些骗局在种种原因之下，它会越来越多，它会不停的在你面前出现，它会利用各种机会接近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把钱焊死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变成存款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